喺呢條題目入邊，我哋會利用公式1/2 AB sin C 嚟揾一個區域嘅面積。喺圖入邊 ，O 係線形 OABC 嘅圓心，三角形 OAB 係一個等邊三角形 ，D 係 OC 嘅終點，即係話 OD 係會等於 DC。OD 係8cm，而且角 AOC 係直角嚟嘅。我哋需要揾角 OED 同埋陰影區域 BCDE 嘅面積。喺 A 部，我哋需要揾角 OED。角 OED 係三角形 ODE 入邊嘅其中一隻角嚟嘅。如果我哋能夠揾到呢個三角形入邊嘅另外嗰兩隻角，咁就能夠揾到角 OED 噶咯。我哋睇下係咪做到？首先由角 ODA 開始，已經知道 D 係 OC 嘅終點，所以 OC 係 OD 嘅2倍，即係16cm。OC 同埋 OA 都係線形 OABC 嘅半徑，所以 OA 亦都係16cm。然之後考慮直角三角形 OAD， 我哋已經知道 OA 同埋 OD 嘅長度啦。咁即係話我哋可以用 tangent 呢個三角比嚟揾角 ODA。角 ODA 就會等於 63.435 度。而家我哋已經揾到其中一隻目標角啦，再睇下揾唔揾到另外一隻目標角角 DOE 啊。由於三角形 OAB 係一個等邊三角形，佢每一隻內角都係60度，所以角 AOB 係60度。咁角 BOC 亦即係角 DOE 啦，就會等於角 AOC 減咗角 AOB， 即係90度減60度，結果就會係30度。非常之好喎，兩個目標角都揾到啦。我哋而家就可以用三角形內角和嚟揾所需要嘅角啦。角 OED 就即係會等於 86.6 度。又或者大家可能注意到角 OED 係三角形 OAE 嘅外角，所以佢係等於角 OAD 同埋角 AOB 嘅和。我哋可以用 tangent 三角比嚟揾角 OAD。然之後因為角 AOB 係等邊三角形 OAB 嘅其中一隻內角，所以即係等於60度。最後啦，好似之前所講，角 OED 係等於角 OAD 同埋角 AOB 嘅和，所以就即係等於 86.6 度。A 部就係咁樣啦。喺 B 部，我哋需要揾陰影區域 BCDE 嘅面積。應該唔係好難發現 BCDE 嘅面積就即係等於線形 OBC 嘅面積減咗三角形 ODE 嘅面積，係咪？由於已經喺 A 部揾到角 BOC 同埋線形嘅半徑，要揾線形 OBC 嘅面積應該都好簡單啦。咁三角形 ODE 嘅面積呢？如果有三角形 ODE 任意兩條邊，再加埋佢哋嘅夾角，咁我哋就可以用公式1/2 AB sin C 嚟揾三角形 ODE 嘅面積咯。咁我哋有冇呢啲資料呢？我哋已經揾到角 BOC， 另外題目亦都已經提供咗 OD 嘅長度。咁我哋揾唔揾到 OE 嚟應用頭先嗰個公式呢？試下。其實我哋已經揾晒三角形 ODE 嘅所有角噶咯。而且已經知道其中一條邊 OD 嘅長度，咁我哋就可以用正弦公式嚟揾 OE，OE 就等於 7.1683cm。而家我哋有齊所有資訊可以揾答案啦。BCDE 嘅面積就等於線形 OBC 嘅面積減三角形 ODE 嘅面積。線形 OBC 嘅面積就等於派乘 r 平方再乘360度分之 theta。即係派乘以 OC 平方再乘以360度分之角 BOC， 而三角形 ODE 嘅面積呢，就會等於1/2 AB sin C， 即係1/2乘以 OD 乘以 OE 再乘 sin 角 BOC， 將所有數值代入公式入邊，再用計數機計一計，答案就會係 52.7cm 平方，就係咁樣啦。